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6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美国甲泰国的金色饭市场军演起鼓，美军伫咧官方的面册刊文指出，台湾、美国、泰国等等的国家超过200位官兵做伙演习。2015年八仙粉尘爆炸案，死者的家属提起国赔，主张关公署、消防署甲新北市府独到所示，即马经一审是该判爱赔2100万。国民党团指出，去年国家的税收阁创下新高纪录，主张政府就应该发现金予人民一人1万块。也公布民调显示，有66%的民意支持。因为民进党是批评国民党面对着大罢免的压力，才会想要用普发现金来转移注意力。第一，减少举债；第二，债务还本；第三，累积至税季的剩余。种种这样的保守的作为，都比国民党把钱拿去发1万元的现金还要来得好上加好。所以，我们恳请国民党，明明说要来做更多的民生建设，今年应该要来提更多的民生，可是我们看到他们在想的只是政争。你即便地方的税收，即便法定的扣掉，还是足足有5000多亿啊！发个2万块都不为过。民进党认为税收有重，应该优先用伫咧公共建设，或者是行政务。不过国民党的立委也反驳讲，政府3档内税收超收1条3000多亿，嘛干那行1200亿的债务，应该爱将这个钱还予人民才对。国民党团也要将相关的议案列做新会期的优先法案，民进党团是已经表态反对。再来看到美国甲泰国的金色饭市场军演起鼓，美军阁伫咧官方的面册刊文指出，台湾甲美国、泰国、日本、韩国等等的国家超过200位官兵做伙演习。不过，咱像是因为这个字伤过敏感，所以偷仔甲文章内底台湾这个字汰掉。因那咱的国防部是暂时还未对这件代志做出回应。金色目镜蛇多国联合演习25登场，美国、泰国、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超过200名官兵同齐组集伫泰国。这项联合军演开始伫1980年，目前是亚洲规模上大的军演。We see our increased ability to work together for our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sovereignty, and in every Cobra Gold, we better understand each other's capabilities.And build upon our collective partnerships. 美军透过金色目镜蛇演习，面册官方被总结来公布，台湾也有派员参加今年伫泰国举行的联合军演，这也是史上头一摆美军官宣咱国参演今年美泰金色目镜蛇演习。不过信息现讲了后，亲像因为牵涉敏感。美军主办单位较晚就修改大文，将台湾的字甲删除。专家表示，金色目镜蛇演习兼具政治、军事、外交意义。台湾若参加，除了可能会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也可能配合金色目镜蛇的特性，派遣陆战队也是特种部队来进行登陆的模拟、人道救援等科目。我想，台湾平常心以对，因为我们面对的特殊外交的情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有些合作的项目，可能就是更低调的进行。美国驻泰国大使馆官方资料显示，今年举办的第44届金色目镜蛇军演会继续到3月7日。目的伫咧提升区域内各国军队的协调作战能力，应对包括大规模天灾甲网络安全威胁等挑战。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黑满强被胖白行，卫福部是赶紧要来想办法解决，因为若要转诊转院，拢得爱一间一间打电话去问，浪费真侪时间咧联络。所以今麦卫福部也宣布讲，急救责任病院甲26间部立病院，随时拢爱来回报有几个床位，共同合作收治病人。另外也要来改善护理人员的待遇，希望会当保留人才。
各大病院急诊的人是叉，急救责任病院的医疗量能是规个放弃。卫福部是着急要找解决的办法。如果卫福部医福会是联合26间部立病院和5间分院的院长来举行会议，若要是决议要开绿色通道，全力配合区域联防的机制。我们在完全不知道医院状况之下的话，我们还要去打很多通的电话，那一间一间碰运气，也不是说对方就会立刻给我们一个答案。医疗医护人员已经很忙碌，所以要去花这个时间，其实是会让已经很繁忙的工作，那更加的。那有没有适当可以转出的医院以及民众的意愿？我想这2个点常常是花更多时间要去沟通。因为根据第一线急诊室的医师表示讲，目前各大病院之间的民床位的协调是欠完整机制，是靠病院之间电话联络，就算是传真予急救责任病院，定拢互回讲已经无空民床，就无结果啊。在过程中是无采几啊点钟，即马卫福部的绿色通道就要调动现行的14个急动症转诊网络和 EOC 紧急医疗应变中心的机制，随时回报空民床来帮助病人转诊。配合的病院是包括急救责任病院和部立病院，另外全国几百间社区病院嘛表示讲会当加入协作。那大医院我常常听到他们讲说病人转不出去，同样的我也收到我们的会员反映，地区医院这边空有床位、空有医护人员，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看是大医院自己跟我们协会联系，或是透过政府单位，包括健保署。另外，卫福部所属的病院嘛强调讲，有透过改善护理人员薪资福利这制度，来加强人员的劳任，嘛希望会当共同维护医疗品质。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协和电厂要改造第4天然气接收站，在期咧进行环评审查，因为原底限制敢若20位民众会当入去参加会议，后来经过现场的款团抗议，是决定予登记的51位民众全部拢会当去参加来发言。也毋过有部分民众入场了后，煞是冲去主席台要求爱散会。环境部后洞门口摆好桌啊，互民众报道。报道了后，会当领到这张粉红色纸，等者是毋是当入去会议室发言，就看抽卡的结果。毋过现场有环保团体直接抗议。在环保团体强烈抗议之下，要求进入环评大会主席、环境部处长叶俊宏而取得环评委员的同意之下，和登记的51个民众全部入去。协调的情形，我们51位全部放大家进去啊，你也可以发言。原本预定9点半举行的环评大会，因到10点左右开始。随后民众入场，会议才拄开始无久，在地团体又搁开始发口号，讲协和电厂内底有土壤污染的事实，环境部煞假无看。但环境部表示，若发现污染是由地方政府介入调查。我们会派环保局进去调查那个土污的状况吗？因为已经有人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就会处理，我们不会置之不理。随后反对协和电厂改建的民众拿着票据直接冲向会议室前方，要求散会。部分民众是往会议室边冲，甲现场工作人员发生冲突。到高个进前环评大会现场，民众一直喊着口号抗议，佮加上立法委员加入要求暂慢会议，规个会议室拢是声音正派进入实质的审查。公司新闻林仲伟配合做 SNG 小组台报报道。2015年8仙乐园的粉尘爆炸案，造成15个人死亡，400多个人轻重伤。有死者家属提起告赔，主张关公署、消防署甲新北市府督导有疏失。经过几啊摆败诉了后，即马高等法院经一审是该判应该要赔偿7个死者的家属，拢总2100万。新北市府侯友宜表示讲，尊重判决的结果，因若关公署是讲收到判决书的内容了后，会佮甲律师来讨论。突然来的爆炸，周边一个死亡，园区陷入火海。2015年的8仙尘爆，死伤状况严重。几啊名罹难者家属向关公署、消防署甲新北市政府提起告赔求偿。主张三大公家单位相关监督有欠点，经过2摆败诉，今嘛判决大变盘。
就替家属们有伸张正义的一个声音跟机会出来，我们真的很感恩。当初的要不在金额，而是在于给自己一个伸张正义的机会，也给其他的那个公职单位人员，你在职你就是必须要很认真的去工作，而且不要在乎职守。原来有16个人讨赔1.2亿。在一日审被驳回了后，7名罹难者家属坚持继续上诉，专案经过最高法院发回。高等法院经医生认定，关公司明知影北线公司无处理10项使用执照，却长期放任违规状态存在。新北的相关局处也拢毋捌开发下令使用拆除，疏忽职务执行，甲定无发生有因果关系，所以改判关公司甲新北市政府爱赔偿7名家属拢总2100万。等接收到判决的整个主文跟内容以后，我们会做一个检讨，来面对这高院的裁定。这件北线တင်埔的国赔案件，法院头一摆判赔，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尊重判决。关公司以文字回应，收到判决书了后，会本地一日审驳回结果，佮甲律师研议。因过事故到达时间无半平，罹难者家属的伤痛。面对这摆判决，继续讲是迟来正义。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因为进前陆续传出行动电源导火事件，为着飞行的安全，中英航空宣布，对3月初1开始，所有的航班拢禁止伫咧飞行机顶使用行动电源。另外，包括星宇、虎航甲华信航空嘛，拢有规定飞行机顶袂当用行动电源，因为华航是建议唔通使用。这个查某人伫座位咧做工课，面头前凶凶爆炸。还有西门町的街路发生导火情形，全部拢甲行动电源有关系。另一日，韩国富山航空嘛发生哪像行动电源造成飞行机顶发生火灾。中央航空伫2月宣布，为3月初1开始，所有的航班行动电源甲备用的锂电池全停禁止使用甲充电。去年底到现在年初，发生蛮多一些意外的事件，评估大概可能越来越多家航空公司会因着这些突发事件来讲，会有更多的防范的措施。华信航空早一步伫2月公告，为这时开始，唔通伫航程当中使用行动电源。目前国内各大航空，包括中营、星宇、虎航、华信，行动电源是全停禁止使用甲充电。因为华航是建议航程当中唔通使用行动电源。飞机因为是密闭的空间，而且有氧气，有舱压，会造成很多不预期跟这个危险情况发生。若发现行动电源有各样，亲像碰起来或者是有臭火大的味，就建议唔通阁使用。若发生导火情形，爱先甲边仔可能会烧起来的物件刷走。火若是要无灭，初步会当先用水来降温。最好是可以把这个行动电源泡在水里面，那还是建议不要去使用灭火器来做干粉灭火器来做一个灭火的部分，因为这个干粉灭火器其实是无法有效的一个灭火。那空中的气压较低，嘛可能会致使电池碰起来。为了第一时间会当随因用，华信航空要求旅客行动电源都要插伫分数的，袂当放伫咧座位顶悬的拄仔。建议民众坐飞行机进前，先把电子产品充电充好饱。若真正有需要，会当使用飞行机顶的插座。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即马毋但咱国内国外航空公司也陆续定出行动电源的规范。到底咱坐飞行机这行动电源甲幽闭的电池是要安怎插、安怎修才好？咱即马就请苏眉为咱来说分明。是主播，最近在国内外拢有发生行动电源爆炸意外。韩国富山航空今年1月甚至是有哪像行动电源伤过烧，造成飞机导火案件。所以讲到有真侪航空公司重新评估炸行动电源就飞机的限制。今日就要带观众朋友来看这行动电源甲电池炸就飞机是有啥物规定。头起先，咱先来看咱的国际航空，除了新宣布的禁止伫咧飞机顶使用行动电源充电，也有原本规定的炸起的锂电池的用量是限制伫咧100瓦时以下，也若是100瓦时到160瓦时的，都要经过航空公司同意，上济是干那会当炸2粒，而且一定要注意哦，是干那会当放伫咧随身的行李内底，袂使脱温。也若是顶日发生飞机导火意外，韩国最近是甲这规定缩了搁较严，毋若是袂使脱温，嘛袂使放伫咧随身的行李内底，是干那会当炸伫咧身躯顶。
而且就飞机起嚟了後，嘛袂使甲你这个行动电源放起伫座位顶头的行李柜当中，甚至有一个航空公司是规定讲爱用透明的塑胶袋甲底咧，充电孔嘛爱用绝缘的贴布甲搭起来才会使。这电池800款和这嘛拢无相像，到底倒一寡电池甲倒一寡行动电源会当早就飞机咧？咱即阵做伙来看。咱头拄则一直咧讨论的行动电源，就是属于这锂电池的其中一部分，是会当早就飞机的。也佫有是有锂电池的，亲像是电脑、翕相机即寡3C 的产品，拢是无问题的。毋过，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会记咧检查电池的用量，爱伫咧100瓦时以下才会使。也若是第4款，就是咱生活当中常常用到的大电池。这款大电池要早就飞机是完全无问题的。也若是爱特别注意的，就是这款第3种叫做盐酸电池。这款电池嘛，常常互人摕来当做充电电池使用。不过伊的状况是较无稳定，就较危险。不过咱即阵伫咧市面上买到的一寡较俗的会当充电的，亲像是小型的电风、手电仔，也是甲头毛做造型的头毛叶啊，这内底用的拢有可能是盐酸电池，煞毋是锂电池。所以讲要早就飞机进前，一定要特别检查。即款每一项细项物件是拢有可能会造成飞行安全的危险，都要靠大家斗阵维护。今仔日的解剖新闻就到这，咱甲镜头转转去互主播。感谢苏美为咱做详细说明。咱的镜头换来看桃园，桃园有一间国小传出有特教的助理员黑白看查某学生的胸坎，也佮模仿新疆学生的行路等等无适当的行为。虽然这特教助理员是已经赶紧辞职，不过议员也指出讲，这间学校若无通报，校长佮掠相关的家长、老师佮学生来算账。桃园市教育局答应讲会来调查好清楚。孩子，你说这里人怎么样对你不好？就是用手扶住我，然后吃东西、睡觉，然后骂脏字，然后鱼死的这个。威胁你是吗？囡仔人用囡仔话，得讲伊伫咧学校受到不当对待，通知一间学校的一个特教助理员，红白讲疑似涉及性平案件和不当管教，但是学校煞无通报，嘛无积极来处理。和他们的内衣跟胸部，然后这些学生其实都有跟校长直接反映。这个正性助语员有霸凌的事件，但是到了下学期，学校都没有任何处理。不晓得学校变成一个这么不安全的地方。这学期开始，我的小孩他不敢接触新的助理员。有其他的老师是偷偷翕影片，别讲这个特教助理员有一大堆不适任的行为，若是上班时间就直接伫遐在困，服务新长者的时阵，嘛总是哪只早顿，而且拢讲袂听，甚至行伫行动不方便的学生后壁，佮故意模仿伊的动作。事后，议员黄庆辉是表讲，虽然讲已经互这个特教助理员随请时，但是校长煞疑似伫学校内面对讲出代志的家长、学生和老师在算账。至今校长仍旧不愿跟他们自签协调，最近甚至还有不少家长跟我们反映，校长在学校会瞪着参加过此事的家长们，让大家感到很恐惧，还有压力很大。校长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会让这样子像是这个韩剧韩国的电影《熔炉》的翻版，所有的人都知道，但是却没有人通报？议员表讲，这个助理员有可能和校长回聘，改做督工。桃园市教育局强调讲，因为涉及争执是真严重，已经请学校召开校事会议来做审议。教育局在今年1月份接受校方的性平通报，除责成学校就该员予以停职接受调查之外，后续将针对校方及校长是否有延迟通报以及未积极处理的情事，近期将召开考核会议。目前性平的调查是由外聘委员做调查，教育局嘛要求学校要对相关学生落实后壁的心理辅导。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伫咧校园内底，若学生、老师其实嘛有可能会面对着互人霸凌的状况。不过目前各大大专院校是针对着教职员霸凌申诉的处理规范无统一的标准。根据高教工会调查，有超过60%的教职员对这申诉的管道无识，甚至也无愿意来相信。高教工会就呼吁政府应该互霸凌调查机制愈就治才是。
去年1月份，新北市某一个国中的代理教师，互校长言语霸凌，互代理教师真惊吓。伫咧教育现场，除了学生对学生的霸凌，老师互霸凌的情形也有可能会发生。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过去接到教职员反映伫教育现场受到不法的侵害，26发布大专校院教职员这场霸凌调查报告，结果显示，有大约2/3的教职员捌拄过疑似霸凌或者是不法侵害的状况。一种看起来民主的方式，公开的在会议里面进行，在公开的场合进行，你千万不要误以为高学历等于理性，或者是有高 EQ。他们非常习惯的善用教学上的示范，去告诉其他人，你敢跟他一样，你就是下一个。高教工会也表示，虽然大专校院有伫职业安全卫生法的规范内底，也有申诉的管道，不过有超过60%的教职员对申诉管道无熟也无愿意相信，也敢若大约23%的教职员有提出通报。因为有74%的教职员认为呢，这个担心通报后呢，隐私权益没有受到保障，反而会遭到报复。再反映出大专院校现行对这场霸凌的侵害的机制是完全没有办法获得教职员的信赖的。高教工会强调，目前各大专校院的霸凌调查制度无明确的规范，部分学校规定较零，干那少数是较严格的，也无申诉了后的纠正补救措施，甲校外的救济管道。因呼吁劳动部和教育部赶紧检核过去大专校院教职员的霸凌案件，完善处理机制。对此，劳动部表示，这几个月有针对反霸凌专章进行讨论，已经召开3届的专家会议，目前以研议专章为主。中长期的目标是推动这场反霸凌的专法。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劳动部公布，今年降薪水日是2月27，这就代表女性要比男性加做58天的工课，一天的薪水才会变多。今年佫比旧年佫较退步。妇女团体就表示讲，建议台湾要参考国外来制定缩低性别薪水差距的政策，安尼对于大企业开始做，台湾才有可能会当走向降薪头、降薪水的未来。女性员工无用另外曾经伫饭店业、服务业这寡薪水无介悬的头路，女性占多数。劳动部公布今年降薪水日是2月27，意思就是女性要比男性加做1个月各27天，总共58天。一年的薪水男女才会相同，煞比旧年退步2天。劳动部评估原因主要是咧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工程师的薪水较悬，而且男性占较侪。女性的劳工伫这种行业里面，真侪拢是做这个基层的技术员，所以咱嘛知影这个工程师查甫的较侪，查某的较少啦。阮甲统计起来，男性劳工的这个平均的时薪比女性劳工的平均的时薪是加真侪啦。女性比男性减41%。虽然目前社会对女性伫工课场上的权益有愈来愈重视的趋势，不过有女性民众表示，伊认为查甫查某伫同一个工课，薪水确实会有差。我觉得大概会以底薪来讲，大概就会多个3到5千。就算我们是民生消费品业卖女性化的产品，还是都会要找男生的主管。妇女团体嘛表示，国外针对男女薪水有差这件代志，有要求企业要公布各产业男女性薪水的调查，若是差伤济，就要提出改善的方案。不过台湾目前要无这款政策，他们其实推动了蛮多年，那个政策效果已经出来了，所以他们的性别薪资差距是一直持续在缩小。但是台湾我们的政府其实一直都没有推出一个整体性的政策去应对这个性别薪资差距的问题，所以它其实一直开始逐年扩大的时候，我们也好像有点束手无策。民团表示，虽然甲日本、南韩、美国比起来，台湾性别薪水的差异是上少，差15.8%尔。不过，民团也是希望政府制定政策来降低男女的薪水差异。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因为原不了起价，台南出名的润饼糕嘛，对2月开始1到55块变做要收60块。另外一间老牌子的肉圆嘛，按算3月开始1粒肉圆要加收1块。甲猪肉、卵丝、豆干、虾仔甲红地豆包包做伙，佮野瓜土豆腐润饼糕就完成啊！台南有名的金德润饼糕，毋但是清明节的食物，当然平常时也受到大家欢迎。也毋过对这个月初开始，计小有调整。这次是涨了将
将近1倍。皇帝豆。对，皇帝豆啊，因为现在皇帝豆也没有什么货源啦，然后我们也都是我们的厂商都帮我们调货嘛，他从台中调货的话，那成本一定是会提高的啊。原物料逐项都起，所以头家也对咧起价反映成本。这种下手工这个比较好吃就好了。物价来讲合理啊，不告知本来就是买卖自己大家愿意的嘛。也那另外一间福记肉丸是伫店口打广告，3月开始一份2粒的肉丸要对50块起到52块。口味对我来讲合我的胃口。它涨幅不大。一粒起1块。对啊，物件逐项起啊。你也像阮消费者知影讲啊，买物件逐项拢起啊。虽然肉丸一粒敢若起1块，也毋过嘛是对20-30块一路起到50块。传统的点心对时代的起价，大多数的人表示腰痛接受。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创世基金会长期咧帮助重症倒伫病床顶的失能者，不过目前伫咧花莲地区甲云林嘉义地区是拢出现安养院床位无够的情形，甚至有嘉义的失能者是因为在地安养院无够位啊，就爱送去到外县市照护，所以呼吁民众就爱来到支持，帮助因加设伫咧花莲甲嘉义的照护院所。建院一起来！花口好，希望大众斗相共，互创世基金会通伫花莲起安养院。创世基金会长期帮助失不人，当将长期体床的失能者。创世基金会伫全台有17个安养院，但是目前也未伫花莲设点。根据花莲县府的统计，花莲县有超过1600位重度失能者。这地属基金会伫花莲只通以到处服务的方式提供帮助。我们一直在各地都希望每一个县市都有一个安养院，可以落实在地的安养。父母照顾者他也会老，当他年迈之后，身体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想照顾，可是他可能没有体力，已经负荷不了了。那所以呢，这个安养院的这个机制也一定要有。演员陈淑芳是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伊分享家己到失能者家庭的经验。这个家庭真辛苦，让伊感觉真唔甘。基金会讲，除了花莲、嘉义共款有照护量无够的问题，甚至有失能者等无安养院的床位，互人转到表列。那真的不能眼看他整个家庭溃体崩解，所以我们真的就帮他安排到比较远的我们的苗栗分院。那如果说那是我们自己的儿女，是我们自己的家里的长辈的话，你作何感想？创世基金会统计，目前伫嘉义、云林地区，也有20位失明人咧等待安养院床位。因除了要伫花莲起新的安养院，为了增加嘉义、云林地区的失能者照护量能，伊也规划要甲嘉义分院扩院，帮助更较侪失能者的家庭。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美国想要得到乌克兰的恐怖资源，即马经过美国体谅提调乌克兰无法度接受的条款，已经达成共识。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打算2月就要去美国来签署协议。原来美国总统川普人问到乌克兰到底会当用矿物换到啥？川普回应讲是继续战斗的权利，不过无讲到敢要继续提供援助。一名乌克兰官员表示，美国甲乌克兰已经将对一项有关天然资源甲乌克兰中间的协议达成共识。这名消息人士指出，在所有未当接受的内容条款互删除了后，双方同意这项协议。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预定2月去华府。I hear that he's coming on Friday. Certainly, it's okay with me if he'd like to, and he would like to sign it together with me. And I understand that's a big deal, very big deal. 乌克兰官员表示，新的协议对乌克兰较有利，几乎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结果。英国广播公司 BBC 指出，有媒体报道，修改了后内容呈现是美国为原本要求开在乌克兰天然矿产资源中得到5000亿美金的减载收益，到即马已经无遐尔坚持，不过也无向乌克兰提供确实的安全保证。这也正是乌克兰所提出的关键要求。川普2号表示，乌克兰会得到继续战斗的权利。另外，敢是继续会提供装备弹药。川普表示，无定着等到美国甲罗西亚达成协议了后，才去讲。We've spent $350 billion. We want to get that money back. We're helping a country through a very, very big problem. But the American taxpayer now is going to get their money back.
另外，美国完全控制这份协议中由美国甲乌克兰所成立的中建投资基金。不过，美国有希望在决策中有优先发言权，为了乌克兰会贡献出包括天然气甲石油再来扩散资源收入的50%。美国也会根据川普所讲的，将为稳定发展甲经济繁荣的乌克兰提供长期的债务承诺。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咱拢知影，伫咧地球隔壁火星是红色的，这是因为火星的大气层有大量的氧化铁。而且上新的研究指出，这氧化铁是有大量的水分。因若这水分呢是火星的表面开始生成，就爱追溯到地表也佫有水分的时期，有可能是伫咧30亿当前。到底即马火星顶悬敢有水资源？学者是也佫咧研究。人类探索火星已经持续几十年的时间。这粒红色的星球为大气层到地表，拢有真侪氧化铁。这化合物为倒位来的？是安怎会是红色的呢？美国布朗大学的专家利用新的实验室的技术，分析欧美火星探测器传回来的数据，发现火星顶悬的氧化铁有大量的水分。这所形成的水铁矿，都是这粒行星呈现红色的主要原因。 This iconic color of Mars, the red coloration, it now changes. So now we know that it rusted when there was liquid water present, and also there must have been some sort of form of oxygen, also maybe from the water or from the air or from other sources that helps the rusting process. 这项研究的论文20号发表在《自然通信》的期刊。研究发现，火星的红色是因为地表氧化铁生成的结果。这个研究嘛引起科学家对火星有更加侪疑问。根据火星的探测器传回来的资料显示，火星两极的地层拢有冰层，地表嘛当看到已经打起的雾，这个拢在显示过去火星的地表有水。不过即马这个水走去倒位去咧？研究者也无法度知影。不过即马会当确认呢，是火星地表出现生成过程可能的时机。We know from other studies that liquid water was present at a few billion years ago, so perhaps 3 billion years ago. So this is when this rusting could have happened. 学者嘛指出，因为火星并无落雨，这内底有水的氧化铁对风世界咧飞，互大气层内底有真侪有水的氧化铁。这项研究嘛引起更加侪思考，亲像火星顶悬的水分，敢是有够野互生命来出现，甚至会当互太空任务伫咧火星持续咧进行等等。2021年成功登陆火星的16号，已经收集大量的数据甲线谱录，这拢会当帮助咱了解火星的情形。不过目前也无确定当时才会当甲火星矿物的样本送回来地球。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镜头转来看国内，台中的新光3月正正发生起爆事故，其中一位死者33岁做楼层管理的陈碧娣，今仔日是伊的告别式。新光3月的总经理吴欣荣有亲身到场来甲伊致意。另外，针对工课受影响的员工，正提计划互市府要求来补件，佮再送审。不过，面对着挂伫咧外口这物件，都发局是同意轻度的作业会当延长到3月底。带领一级主管亲身去验枪，台中新光3月起报案罹难的33岁老管陈碧娣26举行公祭。新光3月总经理吴金荣到现场致意，除了讲会提供大家罹难者家属1100万的补偿金，也为起报造成社会困扰鞠躬回失礼，强调会把所有责任担起来。罹难的同仁，我们在这里要再一次的表达深沉的痛心以及哀悼。那星光3月会尽我们应有的责任，来对相关的后续有责任的处理。新光3月也证实，为着上清的厂商的员工已经规划好第2卖场合作计划，包括台北的南西店、甲信义新天地、台中的世贸中心、甲中英贵关酒店，还有台南新天地5大地点，提供受影响的厂商较多元的销售管道。也若向台中市府提送的人员出入计划25因为文件无齐全，互都发局退回，需要各补件。该公司于2月24日减负的资料尚需补正。昨天25日已依规检退，待补正完成后重新检送备查，以利公安。
新光三角换墙阁有物件又未清除，可能会落落来危害公共安全。进前市府已经发60万限制5完成改善，业者24提出电源申请，由专业技术认证，都发局同意电源到3月31日，也要求新光三角赶紧改善，做好安全维护。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去年403大地震了后，花莲县府有编10亿代发3000块的振兴券，予每一位县民使用，期限到2月底就要结束啊。不过目前估计还有6500万还未使用，县府就呼吁民众爱把握时间。这是花莲真出名的百货公司，前县府发振兴券了后，业绩是提升不少。不过后来已经愈来愈少消费者使用振兴券，一直到最近2月28，使用的期限就要到啊。各有民众开始提振兴券消费，因为大家其实用的差不多，然后是有些可能是店家或什么，他们还是有一些剩余的，然后就过来消费这样子。对，现在目前他每天还是会有收到一些。另外，在生活用品的方面，较会使用振兴券的农会、甲超商等等的卖场，嘛因为振兴券提悬不少业绩。不过，即马就要到期啊，凡到有人还未使用，拢会主动宣导。我们的收银同事呢，也都会在结账的时候善意的提醒，还记得还有振兴券吗？可以多多使用。县府讲，去年10月编10亿的预算，发予县民一个人3000块的振兴券，32万的县民统计总发落去的金额差不多9亿3千万，目前核销的是8亿6千万，估计还有差不多6500万还未使用，有使用的比率有到93%。我们会在2月28号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做一个比较完整的统计跟分析。那基本上到底这10亿带来的整体的经济的带动跟滚动，是达到是15亿呢，还是20亿呢？另外，点头提振兴券来金融机构换的日期，敢若到3月底为止。金融机构包括花莲一信、二信、甲国经农会，提醒民众振兴券过期了后，就袂当阁使用。公司新闻花莲报道。台东县对去年开始甲高雄市斗相粪扫，不过最近伫咧焚化厂附近的居民就发现讲，对高雄市再来汽车的粪扫沿路发出重重的臭味，影响到因的生活品质。台东县环保局就表示讲，因会阁请高雄市的厂商，就爱甲这的粪扫防护好。台东县粪扫焚化场去年开始有外县市的粪扫清运车入场来烧粪扫，但是第2、2月日时，有民众发现讲有7台高雄市运送粪扫的拖拉机是发出真重的臭味，让附近的居民感觉真困扰。跟居民这样了解知道哈，那这垃圾车进来哈，产生的恶臭严重性也非常的严重啊，导致居民呢严重的抗议啊。附近的居民讲，技术是无甲把握好，对高雄长途塞车过来，沿路的居民有可能都有闻到臭味，影响到身体健康。台东县环保局讲，会向高雄市政府来反映，要求厂商一定要改善。这几天进场的车辆，其实他们都有依规定去做覆盖。那焚化厂这边的人员也有去周边去做巡检，去做看这个异味的这个巡查的部分。那目前大概没有很明显的这个状况。不过附近的居民嘛真关心讲，台东县要代销高雄市的粪扫到当时，环保局讲，因为互租互费的关系，过去高雄代销台东的粪扫，台东县阁欠高雄4000吨的代销量，加上今年焚化炉要做单炉的年度修理，那以逐礼拜代销100吨的量来算，有可能阁需要一段时间。环保局嘛讲，会加强去稽查对高雄市运过来的粪扫，避免伊阁发出臭味。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乌昂床受到国际渔业组织的保护，所以每一个国家拢有限制一档会当猎的数量。去年台湾因为有猎超过数量，所以违反着国际规定。今年为着要精准来控管渔民猎乌昂床的数量，渔业组就要求这渔民伫咧出海进前爱先去领标签，每一尾乌昂床猎着就爱随家绑标签，若是超过数量，恐惊就爱面临着渔业执照，互人收回去，或者是罚钱的处罚。当年4月至10月是太平洋区域猎乌昂床的时期，不过为着海洋影响，乌昂床是国际渔业组织管控的物种，所以每一个国家都有限制通猎的量。渔业署指出，今年咱的配额是2900多吨，不过去年猎超过300多吨，所以今年通猎的数量就搁扣掉。渔业署表示，猎到配额85%就会限制禁猎，会有5天春秋的时间，互渔民配合。自今年开始，渔业署嘛要求渔民在出海进前，爱先领标签来管控猎的数量。那就是渔民要带着标签出海捕鱼，那捕到黑尾之后，他必须要24小时通报这个渔业电台。
它捕到的尾数啦，还有重量等等的资讯。那也要就是每尾捕到的黑尾都必须要绑标签。渔业署提醒讲，若是渔民掠的乌翁曾超过漂签的数量，根据渔业法的规定，将违规的情形轻当来处罚，会有收回渔业执照，一个罚钱2种，罚金是3万至15万。另外，共款是为着生态保育，有11多年历史的活化石后，海保署对今年开始要扩大调查后的生态范围，来评估栖地保护甲保育放流的地点。全世界目前是有4种不同的后，那我们台湾海域就只有3级后1种。台湾金门这个地区，它的3级后的数量目前还算蛮多的。那所以那时候评估的结果就是在那个要列保育类的上下。那我们目前的话，应该是预计今年度的野生动物咨询委员会的时候，也会再一次提案出来。海保署指出，因为后是普遍分布伫咧台湾本岛北海岸和西海岸，但是这几年敢若纯偏乌金门较看得到。针对后的保育，金门县政府预告，对今年3月17开始，除了乌区甲东定海域，其他所在禁止猎后，嘛袂使买卖，也是猎来饲甲食，若无上当是罚15万。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来看教育部用5天的时间，开16亿5000万来打造新的海事实习船，伫咧26早起正式启航前往日本。教育部表示讲，这只船就亲像海上的学校，顶悬的设备拢是上新的符合业界的需求，互学生会当将理论甲实务来结合，替台湾培养更较侪海事人才。所以这是一个互动式的，而且让你模拟在实际的现场。不管9点到到民邦顶悬对随显示迄项设备，互你进行互动式的模拟演练。这只建设船宇航号114公尺长，高雄科技大学表示，所有2个体设备拢是即摆上新的。26这天头摆出航前往日本，第一批学生拢是来自高雄科技大学的囡仔。这摆建设成绩以后拢会记录伫因的海勤助力顶悬，帮助因进入业界服务。打成绩之外，我们也会把他的学习的记录呢，把它放到所谓的训练记录簿上面去，这会变成是他未来在当船员的时候的一个终身的一种那种资历。一般海事学校已经有一套就是操船甲板用的操船模拟机，但是我们还有一套是机舱的训练轮机学生的模拟机，那还有一个高压电模拟机，那这个是轮机的模拟机在岸上会比较少遇到。教育部长陈英尧表示，台湾是海岛国家，要走向世界，对海洋出发是一个真好的开始。也因此，咱对海事人才培养都爱愈注重。结合人才培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我们其实需要透过海洋来突破，来教全世界更多的朋友，能够对台湾欣赏台湾、认识台湾。支持台湾。来跑船，我觉得，就是比较有挑战性，对，会很辛苦嘞。对，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包括头摆出航在内，宇航科伫8月进前，总共安排10个航次。除了高科大以外，也有海洋大学等正10间学校，估计会有超过1700人次的学生会当参加海上训练。记者柯家如柯昭阳高雄采访报道。昨公布大学学测的成绩，部分无达到标准的学生，伫咧学校伫处理，恐惊是要面对着真大压力。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就呼吁社会大众，唔通干那看成绩，应该加关心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那昨天一早，就是我收到简讯通知学测成绩之后，其实不少班上的同学就选择请假在家休息，沉淀心情。在2024年的校园幸福政策白皮书引用了儿福联盟的调查，它是学生最大的压力来源就是课业。如果大学学测放榜，真侪高三的学生因为成绩不如预期，都要面对分科的考试，对同学之间分数的比较，和家长、老师的愿望，各种有够大的压力，是一个拢放伫青少年的身躯顶。要安怎排解情绪？台湾少年权益和福利促进联盟呼吁讲，社会大众在成绩以外，应该去注意青少年身心的健康。随着 Threads 等平台的兴起，成绩比较这件事情变得更多的无所不在。成绩在公告之际，各校对于心理辅导的需求会打入到高标。然而，其实目前的人力，就我们的了解，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补齐的。立委林国勤指出讲，虽然讲已经有修正学生辅导法，
但是一个辅导老师是去对900个学生人力永远是无够。另外嘛，呼吁学校和补习班在公布榜单进前，要考虑保护学生的国资。因为去年就是有这样子的案例发生，我去学校看那些榜单，然后我就上脸书找到个资，那我去追踪你的生活之后。你上公厕的时候去拍。林月琴委员嘛提醒讲，最近日间部的大专院校休学退学的人数，因为技术未合是持续一直起嚟，会当看出高中阶段的生涯辅导是真需要加强。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学测的成绩公布了后，刷落来就是要填志愿。人力银行冇做出一份大学品牌力的调查，显示出企业上爱的大学前3名分别是台湾大学、成功大学甲阳明交通大学。另外有一寡学校面对着少子化，是为着要招生改科系的名，或者是改课程的内容，希望大学界未来会当真正来符合产业还是工课需求。少子化加上时代变迁，真侪大学科系嘛面对着招募学生爱关门的危机。为着要符合产业的需求，和科系保存落来，真侪学校会利用该科系名称重新出发。亲像世新大学甲广播电视电影学系广播组，因过教较侪传统电台的广播知识，即马因应 Podcast 真实行，改名做广播电视电影学系广播和声音设计组。以前广播电台是非常多，现在也非常多，但是广播电台的影响力呢？已经另外变成一个声音的影响力，所以就衍生出来像流行音乐啦，像这种 podcast， 所以我们就把广播组就把它改变成广播与声音设计组。除了该科系名称，某大学会改变课程内容，像辅仁大学就是把较冷门的文学、历史类加入 AI 结合，让原本的原文册本变作趣味的漫画，增加学生的学习意愿。我们传统的课程里面用 AI 的科技，把一些传统的叙事力、一些故事，然后影像化、图像化，让学生具有文学的基础，又具有 AI 科技相关的运用的能力。学测的成绩公布以后，人力银行嘛透过就业趋势、薪水关价、企业上爱的大学做出来排行，希望大学生伫咧填志愿的时阵，嘛会当受到未来就业。调查显示，企业上爱的大学前3名分别是台湾大学、成功大学和阳明交通大学。另外部分学校企业嘛看重员工做代志的态度和性格优势。人力银行建议未来大学生会当伫咧大学拍好未来出社会基础。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昨暗的附加赛，互全台湾紧张佮感动。队长陈杰宪是感谢这群少年队友担起压力，帮助国家进入2026年的经典赛竞赛。总教练张和奎也讲，这是大家拼来的结果，感谢球迷一路支持。接落来，带大家做伙来听大家赛后的心声。台湾队确定打入2026 WBC 正赛，有球迷抢甲比赛结束了后半点钟，阁唔愿离开台北大巨蛋，伫咧外口庆祝。国防部长张玉成讲，和2023经典赛来比，这届加油声阁较大。就很感谢球迷，虽然我们前3场打得不如预期。全力投入抢到门票，队长陈杰宪感动甲流目屎，因为这一切实在是无简单。现在这段时间是我们在春训的时候，然后大家就要把状况调整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第二个，这次的阵容主训，大家也都知道，都是以年轻人为主。你让年轻人去扛了这么大的压力，投球限制或者是选手的受伤，对，那这边其实当然也感谢每一位选手撑过来的。陈杰宪感谢少年队友竞调压力，带领大家打入2026经典赛正赛。投出5颗压制西班牙的持玉起讲，国家队有需要，一定是下性命去拼。做好每一颗球，一颗打死。所以上了场就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反正都最后一场了，就是拼尽全力。那时候溜完3阵的时候，心情是蛮复杂的，就是怎么我做到了，就觉得很不可思议。确定晋级了后，球员就要返去原本的球队。想到这届训练所培养出来的感情，也有受到真大的关注。山主神是感伤甲流目屎，很感伤的，然后很希望大家可以在各自的母队就是表现得很好。也很开心，就是跟大家打成原本最熟悉的。资格赛拍甲真艰难，也毋过詹和区讲会甲经验带转去球队，技术阁较有成长，
嘛正做明年经典赛养分，期待台湾队会愈来愈好，培养更较侪人才。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天气无你知，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个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17度至21度，中部地区16度至20度，南部地区18度至25度，东部地区18度至22度。也有外岛地区11度至18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